假如大家有留意忠寧塔嘅消息，應該都會知道喺拆卸工程進行期間，忠寧塔嘅基座其實就出土過一把作為預鎮物嘅軍刀，而呢把軍刀呢，依家就交由古蹟辦方面進行研究。其實早喺去年發掘之時呢，我就機緣巧合見過呢把軍刀嘅。咁原本安放軍刀嘅嗰個木拷就已經腐朽咗㗎啦。至於軍刀嘅尾部呢，就有啲肉眼可見係受到外力而造成嘅彎曲。咁軍刀本身其實就冇刻字嘅，外表呢亦都受到一啲嚴重嘅腐蝕。咁聽講呢，其實呢把軍刀返到古蹟辦之後呢，都有怪事不斷。咁當時其實仲要係韓國電影破墓上映之時，咁忠寧塔嘅故事其實就更加容易令人穿鑿附會。咁怪力亂神嘅事呢，就唔一一細講啦。咁反而想藉此呢個時機呢，同大家講一講忠寧塔嘅故事。忠寧塔其實並唔係香港獨有嘅建築，反而係一種喺日本侵略亞洲期間，曾經喺中國、台灣、新加坡等地興建，專門用作紀念陣亡日軍嘅建築。位於寶雲山上嘅金馬倫大廈，其實就係建立於昔日港島忠寧塔嘅基座遺址之上。當時嘅日據政府就選擇喺呢一個顯而易見嘅地方興建忠寧塔。而日軍嘅總督部其實就發出個指示，就話要建立一個華南地區唯一忠寧塔，供奉所有陣亡軍人和軍屬遺骨，超其位列，名次聖戰，以壯國民精神。於是寶雲山嘅山頂就成為咗當時嘅選址。香港忠寧塔樓高就80米，重就達到900噸。當時嘅工程資金呢，就由香港市民進行捐獻。市民就被迫捐獻高達70萬嘅日元，並且喺1942年嘅2月9日下午，當時就舉行過一場山頂嘅奠基儀式。但係直到1945年嘅8月15日，日軍正式向盟軍投降為止，忠寧塔整體嘅建造工程進度都不過一半。最終呢，塔身就被港英政府於1949年2月26日進行爆破拆卸。至於喺興建忠寧塔之前呢，唔少嘅傳媒都進行過廣泛嘅報導，曾經日軍就將一把軍刀埋過去塔底作為預鎮物，以紀念殉職嘅軍人。忠寧塔被引爆拆卸之後呢，呢把軍刀嘅存在其實就一直都係一個謎，直到舊年謎底先至正式解開。其實無論係忠寧塔又好，惠寧塔又好，呢啲建築都係日軍喺香港留低嘅戰爭痕跡。咁到底呢啲建築物又有冇佢存在嘅價值？又係咪全部拆晒佢就等於係好呢？呢一啲都仲需要大家進行一啲廣泛嘅討論。